Taste of fat. 今日有4個板塊錄得升幅，以升幅計依次序為綜合企業、醫藥、基建、運輸。如果再細分行業嘅表現，喺115個行業裏面，上升有29個行業，當中大成交有10個行業，中等成交有11個行業。喺最大成交行業裏面，暫時最強嘅行業係銀行、醫藥研發服務、保險。喺中等成交行業裏面，暫時最強嘅行業係乳製品、貴金屬、生物科技 B。14個大板塊股票強弱比較，以下每一幅板塊熱力圖嘅最左邊一行代表股票強弱，排喺最下面最藍色嘅方格代表股票最強。綜合企業、基建、金融服務、電信、地產建築、醫藥、消費服務、互聯網和科技、工業產品、消費商品、能源、運輸、資源、交易所買賣基金。喺最大成交行業裏面，今日最大升幅行業電子商務、旅遊平台、石油及天然氣。喺中等成交行業裏面，今日最大升幅行業貴金屬、醫用消耗品、生物科技 B。今個星期上升有43個行業，如果只顯示大成交嘅行業減少至15個行業。今個星期最大升幅板塊係醫藥，相關行業有生物科技、醫藥研發服務。第二大升幅板塊係消費商品，相關行業有煙酒、新能源車、服裝、家用電器。第三大升幅板塊係運輸，相關行業有航運及港務。第四大升幅板塊係金融服務，相關行業有其他金融、證券。第五大升幅板塊係互聯網和科技，相關行業有旅遊平台、電子商務、資訊科技器材。其餘嘅行業係有色金屬、供電工業。Taste of Fat 第二部分行業板塊表現已經完結，第三部分為今日股票表現，會總結出50大成交、恒指成分股表現、頭50大最大升幅股票同埋強勢股票。如果有興趣，歡迎繼續收看。Taste of fat.